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分享。每一周能够和大家能够在线上一起观看神的话，聆听神的话，一起能够感受到那份暖心的感觉，那心中充满了感恩。今天期待能够透过今天晚上的分享，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心灵深呼吸。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祈祷，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一个受教的灵。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祈祷，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祈祷，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心中充满感恩。
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们这一群深爱你、敬畏你话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在线上一同相聚，我们要为着你赐给我们的教会有那份宝贵的资产，是那份对主你的爱，在礼拜当中，在敬畏神当中的那份坚持，对诫命的忠心。我们要向神献上最深的感谢，因为这份敬虔的态度跟行动，是你给我们最好的坚固的生命基石，也是保护我们生命的最好的管道。主啊，恳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向你承认，我们有些时候，或许我们为了遵守神你的诫命跟方式，同时我们的心中却慢慢的对主的爱，甚至对人生命的分享而干渴了、干枯了。有时候我们躲在自己觉得安全、舒适的那个地方，我们因为自己的害羞，我们因为自己的习惯，我们让那份对你的爱变得沉默了。主啊，求神帮助我们，恳求圣灵再一次求你像活水一样的涌流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那个所筑起的那个高墙，重新从神你的话语再一次能够被主你来提醒跟叮咛。求你敞开我们灵里面的双眼，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走出我们生命的旷野。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真实的，你的话语是要帮助我们真实的活出学会如何谦卑的生命来跟随主。主啊，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位在线上的每一位家人朋友，医治我们灵里面的缺乏，恢复我们与神你关系的那份谦卑所带来生命的连结。主啊，让我们今晚不只是守住了真理，更是活出了生命的真理。感谢主，再一次将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恳求，愿你能够得着那最美的荣耀。愿神再次引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集跟分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也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范围，在申命记第8章第1节到第20节。那在分享以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那在以前的考古学里面，曾经在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个陶罐里面，发现有几粒有关2000多年前的历史当中的相关的这个枣子的种子。那这些种子被保存得非常的完善，而且非常的完美。那它们就像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领受、所接收到的这一些传统的教导，或者是说诫命，非常的宝贵，而且它是非常珍贵的资产。但如果这几粒种子，如果它一直放在博物馆的这个玻璃柜里面，那它们就只是一个古董品，虽然神圣，但是没有生命力。后来科学家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把这些种子泡在这个特制的水里面，而给予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并且呢，将这些种子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使用这些现今的土壤里面，很奇妙的奇迹发生了。这2000多年前的种子竟然发芽了，而且长成了翠绿的树苗。各位弟兄姐妹，上帝颁布的诫命就是这粒有生命的种子，而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每一个时期跟阶段都有所谓的它的传统，而那份传统就是那个保护种子，我们今天刚刚的故事里面那个保护种子的这个陶罐。如果我们只顾着擦拭这个陶罐，也就是我们遵守这个规矩，可是我们却不敢把这个种子把它种在现今我们所处的这个土壤里面，这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的信仰就会像那干枯的河床一样，
虽然结构完整，可是却长不出生命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就是那份生命的种子，而我们时常在上帝的诫命里面，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活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所颁布的诫命不是要让我们变成活化石，而是要让我们这份资产能够在每一代的人的生命里面，这个土壤里面都能够开出不一样的花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牧师期待我们能够好好的将每一段圣经节把它读到你的心坎里面。申命记第8章第1节到第20节，这段圣经节是有关于摩西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而对新的一代语重心长的话。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节，能够帮助我们，无论是从过去我们所领受对教会，甚至对于圣经的真理，我们应当要如何活在现今的时代，把它活出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一起今天所读的是申命记第8章第1节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看第1节到第6节。神的话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各位弟兄姐妹，摩西他先带我们回头去看，从第1节告诉我们遵行诫命的目的，而是要为了活，而且要增多。他说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我们大部分我们遵守很多诫命，就像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上帝吩咐的一切诫命，我们有遵守，而且是谨守遵行。可是后面那一段话是要叫我们能够存活，而且要人数增多。各位弟兄姐妹，接着在第2节说，因为这40年的引导是要苦练试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弟兄姐妹，神不是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是要我们在压力当中，在试炼，而且是在什么，在这个在这个苦练当中，试验当中，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到底我们的生命，我们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到底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面目是什么。他说要知道你心内如何。神不是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而是要我们真正看清楚我们自己是否看清楚自己的样貌。第三节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段话，上帝他任凭你怎么样，他任凭你饥饿，而且还在给你玛纳。这个玛纳这个属天的粮食，是要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世上的食物，乃是要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句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力的源头不是属世的这些物质而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第4节里面，上帝非常细腻的，连我们的衣服有没有穿破，脚有没有肿，他都会管。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玛纳这份灵粮，生命的灵粮，乃是一个超自然的供应。上帝他供应，让百姓
能够经历到饥饿，是为了要让他明白支持生命存活的终极来源不是透过食物，不是透过金钱，而是透过上帝的应许跟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愿不愿意了解，我们谨守遵行神的道，是要如何从神的话语里面知道我们的源头是从神的话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5节到第6节他讲到一个很重要，他说这一切的痛苦都是上帝的管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切的痛苦都是上帝的管教，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长成敬畏的生命力。所以他说管教你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更成熟，能够让他能够更明白，当他在旷野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就像父亲在训练他一样，目的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让这一群蒙羞、害羞、保守的儿女，让他能够长成一个刚强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在旷野40天，他受试探的时候，他首句话他是说什么？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说，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回应魔鬼。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处在人生的旷野当中，当你在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当环境让我们感到干渴饥饿的时候，当教会的事工，我们在与同工侍奉当中，我们要进行的时候，有许多意见想法不同的时候，神的话语才是我们唯一生命的力量来源。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因为神的话语而带来改变。我们会认罪，神的话语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能够为了坚持己见而忘记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主如何在教导我们，我们就应当要用神的话，主的话语来自我反省，彼此提醒跟教导，而不是我们的传统经验，这不是正确的。第二个，我们继续看下去，今天的圣经节在第8章第7节到第10节。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接着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节，画面它非常有趣，它直接转向非常美好的未来。好，从第7节到第9节，它叙述的非常的美，有河有泉源，甚至在相对于这些旷野的干旱，这些美地这真水的所在，充满着水一旦流露出生命力的地方。所以他说一无所缺，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代表的是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应许是丰富的。当我们谦卑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要知道我们谦卑遵行是顺服的。所以当我们发现上帝不只会供应我们灵性，也会眷顾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细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当我们要做主的工，你只要清楚知道那个方向是对的，即便金钱不够，即便资源不够，即便人力资源也不够，但是你就跟神求，上帝我坐在神你为我所预备的道路上面，我坐在神你要我做的事情上面，神必然供应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现在生活安稳，凡事不缺的时候，这正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美地，不是吗？我们传统上很低调，我们不爱夸口，但是第10节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吃得饱足，就要怎么样？要称颂神，
要大声的感谢神。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可是我们却没有做见证，我们也不懂得要称颂耶和华。其实有些时候我在听某些人在分享他从神那边得着的丰富，我不会说这个人是骄傲的，我会看见的是这个人他是否是站在一个称颂上帝的角度在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称颂上帝耶和华，因他将那地赐给你了。你称颂耶和华上帝，我觉得你会去分享见证上帝，说上帝怎么样帮助你，让你得以饱足。那份丰富的美是非常值得分享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一起来看第11节到第18节。神的话这样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增多，你的心就高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那货财，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手的工作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这部分请大家特别留意，尤其是第14节。第11节到第13节，他特别警告我们，当你吃饱了，住在好的房子，银子增多了，比如说钱变多了。14节说，你的心就高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心里高傲？心里高傲不是他分享，不是他会分享他怎么样经历那个过程而得着的丰富，不是这个叫做高傲。是他说到的是，当我们守规矩久了，觉得这是我应当得的。所以15节到第16节提醒我们，别忘了是谁带领你走过那火蛇蝎子之地，是谁让水从磐石流出水来。17节他说出了我们内心骄傲的心，有些时候你忘记你经过的那个苦难，而你就把它当作什么？那是我努力来的，我得来的财富。这里说我内心的骄傲的心是，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的手的工作得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听一个人在分享他如何得着财富的时候，你要去分享，你要去听出他分享的是他得着这一些是从神而得来的力量跟帮助，还是他自己，这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发现，当你听出说他的生命是如何从他的苦难当中，上帝如何为他带领而得着的这份财富，他感谢神，我们不能够说他是骄傲的。我们要知道他是在分享上帝如何让他回忆，如同15节到16节所说的，别忘了是谁带领你走过那火蛇蝎子之地。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个人他在回忆他的苦难，而让他得着从现今的丰富的时候，我会听出他是将荣耀归给神的，还是归给他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18节他给出一个很重要的解药。好，这一段话很重要解药，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叫做你要纪念。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我们可以得着这份工作所带给我们财富的这份力量，是谁给我们的？是上帝给我们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守规矩，守很多教会的许多的教会的教条，久了以后，我们很容易会觉得，我今天的一切是因为我很敬虔，我很守本分。这就是第17节所说的，我守的工作所得来的，带给我的敬虔的生命。但是一旦我们这么想，我们就会失去对神的谦卑，以及我们与主那个应当怎么样连结的心呢？记住哦，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不是成功的基督教徒。我再讲一次，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真正的纪念，就是要把上帝所送给我们的礼物拿去做他开心的事情。当我们的教会富足了，当我们拥有应当有的资本额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把它拿来放在福音的宣教事工上面？我一直觉得教会，我们在建造属神的教会，内在的凝聚关系是非常重要。但是凝聚久了以后的群体，基督徒必须要重新回顾上帝送给我们这些那么好的宝贵礼物，这份关系我们要拿来做什么？我们是否能够帮助让外面更多的人看见爱神的人就是那么的美好？还是单纯的只是一个俱乐部？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神所开心的事？当我们不再说这是我的钱的时候，而是改口说，主啊，你是你所托付给我管理的钱，那不一样了，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从一个躲在洞里面，我们从一个害怕，我们怕弄丢钱的人，我们开始变成说，我愿意把我的金钱能够摆上，然后奉献给神的时候，哇，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你对神的信心是超乎一般人所想象的方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更简单来说，当我们要纪念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纪念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坐着在那边想，而是要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想要怎么样？想要如何活用的把它用出来，把它用起来。怎么用起来？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啊！礼拜天的时候，当我们在关心这一群韩国的团体的时候，他们从韩国来到台湾。当我们拍完照，他们的传道人拿一封这个奉献，特别交给我的时候，我的心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也会去想，说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关心这些可能只是短暂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可是当我收到这些奉献的时候，不管金额多少，我看到的是一群他们对神的那份奉献，是奉献在希望让人能够得着福音，甚至他还帮助在我们的教会的需要上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觉得钱、时间都是你的，你就会越守得越紧。但是当你觉得这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公款，那就不一样，你就会大大方方的用这一笔钱去爱人，而且你会大方的去服务人，帮助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时刻我相信你就不会是躲起来，为了要守住你所拥有的一切。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下去，在今天的经文第19节到第20节，神的话这样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各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话里面他讲到，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随从别神。现代人这个现代人的别神不一定是木雕或石刻的，而是有很多都是以自我中心，
这个神是什么？是自我中心的神，是对金钱的安全感的神，甚至是的自我满足的神。你敬拜的时候一定要觉得要怎么样，你礼拜的时候一定要有什么样，你才会有办法跟神接触。这些都是属于现代人的别神。也就是说，当你随从，你敬畏神是需要这一些的，那我要告诉你，那你就有可能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去了，去侍奉敬拜。这样子的生命，敬拜神的生命是会灭亡的。这不是诅咒，这不是咒诅，这是自然的结果。因为就好像我们想象一下这个诫命你把它想象好像是一个渠道，你断了这个渠道，这个诫命，如果你断了水源呢，你只有这个渠道，这个方法管道我设定这一些诫命就是为了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可是你没有这个源源不绝的什么水源，而这个水源是从哪里？是从神来的，是从圣灵来的，是从改变当中让人的心更深的与神接触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我们建造的是一个只有渠道，只有管道，可是却没有生命力，跟神没有关联的生命力，那么我们所制定的方法是没有办法感动人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最后这2节非常的严肃。如果你忘记神，随从别神，这样子的关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新约里面雅各书第4章第6节这样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遵行诫命，不只是为了守住传统，而是为了保住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守住诫命，守住教会的仪式非常重要，这是能够从仪式当中看出人生命他对神的一个重要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教会会有一些基本的仪式传统，但是重点是这些传统如果无法保住人的生命的时候，那么生命就可能跟神的恩典断绝了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3个方法。若你是属于比较害羞，但又对主非常忠心的信徒，你有着对传统信仰有着那份忠心的使命关系，但是每次要面对新的事物的转变，又总是会让你带来一些好像很挣扎、很挑战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是需要如何谦卑的顺服主的心意跟诫命，将这份信仰的宝贵资产带进这个世界。我相信我们所带出来的就会不一样的生命。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将这个规条将这个信仰的规条把它转变成为是一个关系马可福音书2章27节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段话很有趣，耶稣他不是要废除传统，他是提醒我们，传统的规条是为了造就人而存在的。安息日守主日有许多该有的这些仪式传统的规条，但是它是为了人所设立的，为了要造就人而存在的。所以与其只是坚持主日必须要穿着西装，穿着好，必须要表现出应当有的仪式跟敬虔，不如想说，我这份庄重，这份敬虔，外在的这些打扮的预备，我还需要如何让我们与弟兄姐妹的接触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而且感受到神圣感。这份神圣感是会感动人的，是会让人体会到神的爱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曾经遇过一个年轻人，他总是来到教会会西装笔挺，非常棒。但是每当我看到他的性情，
遇到人总是这样气压压来一个气压压，容易暴怒。牧师也是一样，如果牧师本身是一个牧者，但是我如果时常气压压，那我相信信徒也会感受不舒服。所以我就时常在提醒这位年轻人，告诉他，我跟他谈论，我说你的性情的部分应当要如何更注重、更重要的去调整跟改变。我们就需要借着陪伴去聆听然后借由分享、鼓励、激励、帮助他，甚至让他能够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是因为上帝，我们仰望神的过程当中，圣灵会帮助我们带来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晓得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讲到几个重点。这位年轻人他穿着西装笔挺，如果我单纯只是教导他当怎么做的时候，我相信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是一个气压压的人。可是当我们借着陪伴，当我们借着聆听，当我们借着分享，借着鼓励，甚至帮助他，让他慢慢的去了解上帝的爱跟恩典，我们就将这个规条转换成为什么？生命的关系。这个就是宝贵的福音。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一个我们要在顺境或不管我们在侍奉当中，环境怎么变新变化，我们在侍奉当中会有很多的变化，我们遇到很多的顺境逆境的时候，我们要练习感恩。那如果你懂得练习这个用感恩的心去看待，你会更加的谦卑，然后愿意去遵行神的诫命，要我们怎么样去爱一个我们不想爱的人。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2段经文，我们要再次来分享。这一次我们来理解，了解看看怎么样分别对应生命当中的顺境跟逆境。申命记第8章第2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圣经里面今天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逆境当中懂得纪念，在困难当中懂得纪念，也就是说是回想上帝如何在我们最干渴最无助的时候依然拉着我们的手。而我们要怎么感谢神？也就是说你在旷野在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会为你预备，你就不会怎么样，你就不会因为你所遇到的难处而怎么样，而自甘堕落，而自我放弃。这是我们在逆境当中要学习的。第二个，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8章第18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里讲到顺境当中我们要纪念，也就是说当你得着世上的财富，当你得着应当有的财富跟恩典的时候，你要懂得在顺境当中也要纪念。所以你要懂得感谢。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在你拥有的时候你会懂得奉献，你还是会奉献，而不是好像好好单纯去享受。不是，基督徒会懂得怎么样用金钱用他的行动来奉献为主所用，无论在顺境或逆境。所以当我们住在美好的房屋，金钱我们的财富增加的时候，就如同第8章第12节到第13节里面有讲到我们最容易忘记神。所以这里有一个学习怎么感谢感恩的方式，我们大声要去承认，这一切不是靠我自己，而是靠神给我的力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份谦卑的遵行主诫命的生命态度就出来了。所以当世代在变乱的混乱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退缩，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旷野还是在美丽的地方，在顺境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同事当我们的朋友问你说，为什么你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还可以这么平静，你不要单纯只是说感谢主，没有什么啦。我们试着说，因为我信靠一位上帝，他教导我在困境的时候，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我，而让我重新看到了生命的盼望。这就是把传统的资产我们重新把它翻译给现代的人听。
所以这也就是无论当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懂得怎么样谦卑遵行主的诫命。第三个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是要在做一个做光的人生，做光做盐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有很多知心的很好的伙伴，好同工。那我们也认识非常久知心的好伙伴，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教会，我们有非常好的强大的凝聚力。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彼此的连结在一起的关系，我们学习同心跟主同行，我们不单纯躲在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圈里面，我们学习一起成为更多人生命的灯台跟帮助。我相信我们的这份群聚的爱的关系，会为很多需要得着福音的人，让他们看见信主爱主的人是多么有福气。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遵守主诫命，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最懂得生活，而且要成为一个最有爱心的人。当世界不断的在变化，人遇到很多的冲击，环境的变化，制度的改变，在这当中，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抓住我们对主那不变的爱。唯有那在主里不变的爱，才能够真正的吸引我们身边的朋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为了适应时代而变得世俗，我们只需要为了爱神而变得更加的柔软。这也是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谦卑遵行神的诫命。我们为了爱神，无论制度，无论教会的仪式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要变得更柔软。今晚最后，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重要的问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试着问我们自己，当我守住了这些教会的许多优良传统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温暖的还是冰冷的？我们对人是否一样的那份热情？第二个，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是否愿意为了让年轻的一代，或者是我们左邻右舍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认识到主耶稣？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习惯的方式，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会带来一些改变。第三个，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在圣灵在我们新的一年2026年的作为里面，会比我们去年所遇到的难处会更加的美好。求神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锁链，不是单纯诫命，我们所看到那个诫命好像很困难。我相信上帝所给我们的诫命，当我们用谦卑的心，当我们学习去顺服了解神的心意，你会发现上帝所给的不是锁链，而是指南针，好像罗盘一样。这个罗盘上面会有针嘛，这个针它都是始终固定往同一个方向。你把它想象，那就像是一个不会变的真理啊，真理是不会变的。所以罗盘它的针是不动的，就是指的那个方向。唯一拿着罗盘的人呢，如果你不移动，你始终站在原地，那你拿着罗盘干嘛？我们拿着罗盘就是要指出方向，然后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拿着神的真理诫命，我们就要往神所教导我们的方向去做，是做在人身上，是要帮助人，让人重新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上帝爱的存在。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信仰资产。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有时我们守住有关于我们对真理教导，甚至有关于诫命、教会相关的仪式，但是我们把它放在就像在陶罐里的种子一样，我们没有让陶罐里面的种子让它可以在土里生根发芽茁壮。有时我们的手拿着罗盘，我们想要带领人往生命的方向去前进，但我们却一直停滞不前。主啊，我们恳求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赐下生命的活水，来流进我们这一群忠心却又害怕、害羞的心田里面。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在坚持传统的同时，我们拥有一颗愿意拥抱世代的热情，让我们所处的教会不只是一个有爱凝聚的团体，也是一个有主活水作为我们生命源头的肢体。恳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光，能够看见主你话语的真理，福音新的目标，让我们学习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同心合意，在变化的世代活出永恒不变的生命，来荣耀上帝。奉主的名祷告，阿们。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如果今天的信息能够为你带来内心的感动，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能够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能够一起在感动里面彼此激励。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周再见，平安。